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在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样要来到当中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一起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一起来透过诗歌来敬拜上帝，透过诗歌让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一心称颂他。我要一心称谢你。我要一心称谢你，在主神面前歌颂你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。我要一心称谢你，在主神面前歌颂你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，因你慈爱永远长存。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，你应许必将我救活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，因你的名大有荣耀。我呼求时，你应允我，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能力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，因你慈爱永远长存。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，你应许必将我救活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，因你的名大有荣耀。我呼求时，你必应我，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能力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，
谢你恩典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经历你的恩典与赏赐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来歌颂主你的名。主啊，或许在当中有很多人所信的跟我们不一样，然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经历你，让我们歌颂你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这又真又活的上帝，因你的慈爱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因你在我们当中的带领，你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要歌颂你，因为你将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不管在患难中，在许多的事情当中，都歌颂你，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必应我们，你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这所有一切，因为这都是你所创造的。主啊，当我们在看到这许多的事件，不论是在圣经里面的事件，或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这许多事件，也愿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待这所有的事情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愿主你带领我们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5月14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6章第29节到第34节。列王纪上第16章第29节到第34节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。犹大王亚撒在位的第38年，暗利的儿子亚哈做以色列王，他在撒玛利亚统治了22年。亚哈犯罪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，比他先前任何一个王更甚。他犯了像耶罗波安一样的罪还不够，更娶了西顿王赫巴利的女儿耶洗毕，并且拜巴利。他在撒玛利亚为巴利建造一座庙宇，又筑了一座祭坛安置在庙里。他又树立一根亚瑟拉女神的柱像来拜。他比他先前所有的以色列王犯了更重的罪，激怒了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他在位期间，伯特利人希伊勒重建耶利哥城，正如上主借着嫩的儿子约书亚所做的预言。希伊勒在建立耶利哥城根基的时候，大儿子亚比兰死了。当他安放城门的时候，小儿子西哥死了。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6章29到34节，让我们用些时间再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在今天经文里面提到了，其实应该也不是说好几代，已经换了好几个王了。所以接下来这些王，其实我们看从在北国耶罗波安开始，其实这些王一直在做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情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去拜别的神，但不是来依靠耶和华上帝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在讲说他们犯了错，他们做哪些事情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也就是那个最核心的事情，就是他们离开耶和华上帝，或者说他们用了其他的各种方式去替代了耶和华上帝。所以不管是耶罗波安他用金牛，或者后来盖的神庙，甚至有一些作为让众人犯罪。所以在当中一直在提的就是耶罗波安他带领以色列人在这个罪里面，因着他的自己生命的问题，所以在当中带领众人犯罪了。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在提的就是一个人犯罪，然后导致了整个国家也都陷在罪里面。因此从耶罗波安开始，这些王都一样一直陷入在这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提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，就会说他们做的跟耶罗波安一样，而且甚至比他更邪恶，一样来得罪上帝，一样犯罪，然后带领更多的人，或者说导致整个国家都在罪里面。所以前面讲到说暗利，其实暗利他是那时候的将军，巴沙那时候的将军，但是辛利去把那时候的王杀死之后，当时人后来永立的暗利，在做经文里面是这样记载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暗利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王22年。所以暗利他没有很长，他只做了12年。昨天的经文讲到说，他在得撒6年，在撒玛利亚6年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其实通常会这样对照：犹大王亚撒在位的第38年，暗利的儿子亚哈上来做王，也统治了22年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他这22年一样在做上帝看为邪恶的事情。其实最简单来讲就是离开上帝，然后去拜别的神。所以从这当中就可以衍生出许多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看不到上帝了，当我们在逃离上帝，其实那逃离上帝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逃离上帝的是谁？在躲上帝的人是谁？是亚当。当他们吃了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，他们发现哇，自己没有穿衣服，开始会去分辨了。开始分辨的时候，其实当我们不再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分辨，那就是开始得罪上帝的时刻。所以我们开始用自己的眼光、自己的想法去做这许多区别的时候，其实也就开始是得罪上帝的一个起头。所以在前面亚当的时候，上帝跟他是一个很好的关系，上帝来找他，他也不觉得怎么样，没有什么样的隔阂在那当中。但是当开始有很多，就像我们现在讲很多的社会化进来，很多的判断进来，那我们判准也很多时候从我们的头发，从我们的眼神，从我们穿的衣服，从我们开的车、骑的车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常看到说，现在的都会讲说，年轻人他们要什么？要有房子，要有车子，要怎么样？一定要有这些才能展现出你的身份地位，你的未来性。所以我们常常开始用外在来判断一个人他的能力，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人。所以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开始不以上帝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也就开始在得罪上帝。所以在看这些王的时候，都是类似的状况。亚哈犯罪了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，所以这样看为邪恶的事，也就是像那前面的那些王一样，离开了上帝，带领以色列人去拜别的神。这边说比他先前的任何一个王更甚，超过先前的任何一个王，也就是从耶罗波安开始，这五个王他都比他做得更夸张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来做的，或许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宗教性当中，
而这样宗教性里面也会衍生到他在整个国家的治理。所以他说他犯了像耶罗波安一样的罪还不够，耶罗波安的罪就是他铸造了金牛，他铸造了偶像，他建造了神庙，然后他也放在大家会去的地方，往北方往南方大家会去的地方，然后也就是让人们不再去耶路撒冷，不再去敬拜上帝的地方，而是铸造这金牛，用金牛去替代耶和华上帝。对众人说的话，就像那时候亚伦铸造了金牛对众人说的话一样，说这个就是带领你们离开以色列的离开埃及的上帝。所以当中他犯了这样的错，带领大家都离开上帝去拜这些，不再前往耶和华上帝的殿去敬拜他。而在当中他也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毕，并拜巴力。这也是两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后续耶洗毕也造成了很多的状况。而在当中有一些书，有一些学者也在讲到说，其实这个王亚哈王他并不是因为耶洗毕的关系而去拜巴力，而是他一直想要去接近这一些，所以他一直想要去拜别的神，他也在寻求一个有能力的神，有力量的神，一个合他心意的神，一个他喜欢的。所以他在寻求的时候，他找到巴力，所以他想要去拜巴力，想要做这件事情，也去娶了这个西顿王的女儿。所以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也一直在面对这样的状况，去拜别的神，去跟其他的国家来通婚，而且也把这个神来引进他的国家里面来。所以当人家在考究的时候，其实在当时那地区里面，可能跟耶和华上帝比较能够势均力敌的，大概都是巴力跟亚舍拉女神，尝试用这两个神来跟耶和华上帝来做对抗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巴力他是这样去拜巴力，而在当中后续也讲到说，他也建造了亚舍拉女神的神柱，他在撒玛利亚为巴力建造一座庙宇，又筑了一座祭坛安置在庙里面。所以这样的做法也跟圣殿类似，所以他建造了庙宇让大家去拜巴力。所以不单单只是保留了耶罗波安的那一个拜金牛，耶罗波安的那时候的庙宇，他更把巴力引进来，筑了一座祭坛。所以在这整个事件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有一个就会有第二个，而在当中也看到这许多的神的角力，用人来看就是如此，用台湾的眼光来看也就是如此。我们看到台湾的这块土地也很像是很多的神在角力，不管是那些佛教或道教或基督教或回教，其实好像很多的神在这当中在角力。而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些宗教也是一样，它内部所拜的神，每一个神明也在互相的角力，也在互相的勾心斗角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带进来这么多，是不是也一样带出了这样的状况？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是如此，每一个王在位都没有很久，一代或两代，然后就被篡位，篡位过了一代两代，一样又被篡位。而在当中一代比一代更加的恶劣，更加的邪恶，而这个国家也一直没有办法稳定。所以一直我们在讲的就是那个核心，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？我们有没有让上帝在当中掌权？我们有没有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？我们一直在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常常看到说跟前面的人一样，重要的是跟前面的人一样离开上帝，不敬拜上帝，而且带着以色列人去拜别的神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在做这样的事情？我们都会觉得没有啊，哪个东西怎么样，很好很好。但是这也是这段时间有时候牧师也会提，当你在抓某些东西的时候，有没有去理解这个仪式这个东西它的用意？
我们常常带了很多民间信仰的东西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进到我们的家庭，进到我们的教会。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无所谓，无所谓啊，那个东西也很好，那个东西也很棒，但是都没有想到，其实这都是攸关那信仰的东西。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刻开始，上帝都常说，你们要把东西清干净，你们不要把哪些东西带出来，你们去打仗的时候不要留下哪个东西，不要以为那些东西很好，你就要把它留下来，不管是衣服，不管是那些容器，甚至是人或动物。就我们来看，我们都会觉得很可惜耶，把这些东西杀死，把这些东西丢掉，把这些东西怎么样？我们可能都跟亚干一样，都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好啊，哇，这衣服很漂亮，应该把它留下来。这些金银，哇，都是贵金属，我们应该把它留下来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其实也像扫罗一样，他拿了很多东西回来，他说我要把最好的来奉献给上帝。但是上帝透过撒母耳说，听命胜于献祭。所以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，最后才会说，最后在约书亚或者是之后士师里面才会讲到说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都不听，那你们去治死恶果吧。这些人跟你们住在一起，你们以后就会尝到这个苦果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常如此，把很多东西带到我们家庭当中，甚至带到教会里面来。我们看到，在这许多的王当中，有一些甚至把那些神外面的神带到圣殿里面来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亚哈，他在撒玛利亚为巴力建造一座庙宇，又筑了一座祭坛，他又树立了一根亚舍拉女神的柱像来拜。其实我想，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应该可以看得到以色列那时候的时代，其实跟我们台湾很像。他们什么都会拜，自己发现的也会拜，然后其他国家的也想要去拜，甚至要把他们引进来。其实就像我们这样一样，台湾承继了很多外来的这些宗教信仰。而在这当中，这10-20年来，有很多人把那些泰国的神明也引了进来。而当他们引进来的时候，我也听到很多人在说，其实这些神明，你们以为他跟你很多吗？其实他们引进来这个是很恐怖的神。而在当中，他们也不晓得。所以当他引进了巴力跟亚舍拉女神的时候，其实他也不知道这些女神或这些神会带来什么样的灾害。只是他们当时可能喜欢这些而已。所以我们台湾人也常是这样子，去到哪边到处去拜，甚至把这些都引进台湾，也盖了庙，也让众人来拜。所以这也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把各种的神带进来，只为了要赚取那些利益。其实很多人引进来是为了要赚取他来供奉大家的那些香油钱。就像很多人，就像我们年轻那时候，很多人把非洲、把美洲、把许多地方的那些鱼、那些鸟类、那些爬虫类带到台湾来，大家都觉得很稀奇啊。那时候大家觉得哇，养蜥蜴、养什么哇，很炫、很酷。到现在会发现，这些都成为台湾的灾难。所以我们当下都以为是好的。但是没有长时间去想，发现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在33节这边讲到说，他比先前所有的以色列王犯了更重的罪，激怒了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所以我们生命也常是如此，以为是如此而已，但是没有想到这整个带来很大的灾难，很大的惩罚会临到。这样的惩罚在这个王，惩罚在这些王身上，这些惩罚也临到以色列人生命里面。最后这边讲到说，他在位期间，伯特利人
希伊勒重建耶利哥城。正如上主接着任的儿子约书亚所做的预言，希伊勒在建立耶利哥城根基的时候，大儿子亚比兰死了。当他安放城门的时候，小儿子希哥死了。其实当中我们可以想到，像约书亚记6章26节这边讲到说，这时约书亚发出一道严厉的警告，愿上主诅咒那想重建耶利哥城的人，建立城基的人将丧失长子，建造城门的人将丧失幼子。这当中我们看到他就是如此，这希伊勒他也就是如此，建立了耶利哥城根基，安放了城门的时候，他的大儿子亚比兰，小儿子希哥死了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很多时候我们也忘记了以前上帝所说的。许多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才在当中很难过、很忧伤、哭天抢地的。但是上帝已经透过约书亚那时候就已经讲出来，做这些事情的人将丧失他的长子和幼子。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是一样，其实上帝也从大卫、所罗门那时候在讲，跟随上帝的人，上帝祝福他们到千代；但是离弃上帝的人，但是那些得罪上帝的人，上帝会追讨他们到3、4代。当我们在看列王记，在看北国以色列这国家的时候，会发现其实上帝不用追讨他们到3、4代，因为他们大概到第2代、第3代就已经被灭族了，因为下一个王就把上一个王的家庭的人全部都杀光，甚至就像那时候所说的，在城内的人会被狗吃了，在城外的会被鸟吃了，虽死无葬身之地，实况惨烈。所以在这当中也让我们回来看我们的生命，究竟是不是要像这些一样，我们是不是依然一直要把很多的外族的神带进来，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拜那一些，或许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拜那一些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一直在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他们不管是住在耶路撒冷或住在北国，他们住在这块土地里面，就像是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但是里面却做了那许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。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要怎么去面对。在这亚哈王所做的事情，是比他前面的王更邪恶的，而在之后他们重建了耶利哥城，也让约书亚所做的诅咒实现了。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6章第29节到34节，让我们再用点时间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思想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常常有许多的抉择，我们常常顺着自己的心意，常常照着自己的想法在做，我们常常也因此远离了你。我们都会跟自己说，这些是合上帝心意的。我们都有自己的合理化的方式，我们也在当中也因此有可能造成别人跟我们一起去犯罪，得罪了你。主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时时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当中透过敬拜，透过小组，透过这种方式被你提醒，在当中都经历了主你的恩典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很多时候都得罪你，求主你赦免我们，也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陷入在那当中，不做比以前那些人更恶的事情，而是在当中我们要经历主你的恩典。主，当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这许多的事件的时候，这许多王得罪了你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不再得罪你，让我们单单的注目在你身上，注目向着耶稣，注目向着上帝，让我们生命当中透过每天的读经，我们被你来调整，被你来校正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有你的同在，不再是离弃你，不再是去拜别的神，不再被这世上这所有一切所捆绑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献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